咁呢一條片我哋睇第二個例子啦。咁啊，今次阿家健咧買咗個單位，價值478萬。咁佢唔係借一筆錢嘅，佢借咗兩筆。咁所以你會見到我哋有第一按揭同埋第二按揭，一按二按嘅。咁我哋詳細睇下啲資料啦。一按嘅話咧係借咗樓價嘅50%，分25年還，年利率3.5%。二按嘅話咧借咗2成，分25年還，但係頭5年咧係免供免息嘅，年利率都係3.5%。嗱，咁咩叫做頭5年免供免息咧？即係話咧頭5年佢唔計你息，你亦都唔需要還款住。咁啊變相咧所有嘅錢都係最尾嗰20年咧先開始計。咁所以第二按揭咧，其實你可以當做分20年攤還咁樣去處理。OK，分20年攤還咁去處理。如果你要畫翻條時間線，亦即係講緊頭5年淨係還緊一按。好啦，第6年開始啦，最尾嗰20年啦，就一按二按都要同時還。咁你還晒呢25年咧，咁所有數咧就會清晒啦，咁嘅意思。另外第二樣嘢，你會見到佢總共借咗幾多成？其實總共借咗5成加2成，佢借咗7成樓價嘅錢。咁所以如果佢真係叫你計翻首期咧，你係俾咗3成嘅，O 唔 OK？好啦，咁啊，我當大家冇問題啦，咁我哋睇下面嘅題目啦。A part 計翻頭5年嘅每月供款額，咁你望翻條時間線啦，其實真係問緊你一按還幾多錢？OK，一按還幾多錢？咁你碌翻上去啦，一按係點樣㗎？分25年還3.5%。你去翻前面睇格仔，25年3.5%，格仔係50.06，我抄過去。但係呢一個數係咩嚟？佢係講緊你借10000蚊底下，每個月要還幾多錢？我而家唔係借咗10000蚊，一按部分我借咗樓價50%。咁所以我個貸款額其實係478萬乘翻50%，呢個係個一按嘅貸款額，得唔得？一按貸款額，咁我就除以10000，睇一睇究竟我借咗幾多個10000蚊，攞翻個倍數倍大佢。咁呢一個就係一按你個月供嘅金額。咁我哋撳機啦，我會撳到11964.34，呢個 part A。好啦，part B 啦，第6年起個月供幾多？嗱，第6年起咧，你係兩筆錢都要還㗎，你係一按加二按嘅。咁啊，一按個月供你計咗啦，我哋未計二按個月供啊嘛，咁所以我哋先計咗二按個月供先，二按月供。好啦，頭先講過啦，雖然佢寫分25年還，但由於咧頭5年係免供免息，變相所有嘅錢咧都係濃縮晒去最尾20年去攤還嘅。咁所以你睇格仔嘅時候係當廿年搭3.5% 咁樣去睇。嗱，喺翻前面啦，20年3.5%，格仔係58蚊，58蚊。咁我抄落去啦。同樣啦，我而家唔係借10000蚊，呢個係借10000蚊底下每個月要還嘅錢。我實際上借咗幾多？借咗樓價2成嘅。咁所以啦，個二按貸款額係478萬，乘翻20%，然之後都係除以10000，攞個倍數，睇一睇究竟我借咗幾多個10000蚊。跟住就可以撳機啦。二按部分個月供5544.8，咁所以兩者加埋啦，第6年起
第6年起嘅月供就係一按嘅11964.34，再加翻2按嘅5544.8，就會計到17509.14。呢個係尾20年你每個月需要還嘅錢。好啦，嚟到 Part C 啦，咁我總共俾咗幾多利息啊？你又可以計咯喎。嗱，頭5年咧，每個月係俾緊一按筆錢11964.34，乘12係1年，乘5咧係頭5年，呢個係首5年。好啦，尾嗰20年，每一個月係還緊17509.14，乘12係1年，乘20係20年。呢個係尾20年你總共還嘅錢，然之後你減翻你總共借咗幾多錢，碌翻上去，總共借咗樓價嘅70%，咁所以你減翻478萬乘70%，然之後俾多咗嘅咧，全部都係利息。咁我就計到157萬左右嘅，咁就做完。OK，咁就做完。咁啊，你又唔需要擔心，佢會唔會頭5年係要供但係免息，又或者免供但係計息，即係好撩楞嘅咧？嗱，正常嚟講唔係，唔會嘅，因為現實嗰一啲發展商可能都特登俾你頭5年免供免息，俾啲優惠你，頭幾年你唔使還錢住喎，去吸引你去買樓。咁所以正常嚟講咧，都係免供免息嘅。咁啊，如果你遇到一啲好撩楞嘅情況咧，咁啊你再處理啦，再睇下答案，或者你再留言問我咁樣。咁啊，呢一個係第2個例子。咁如果冇問題嘅話咧，呢一段片就喺呢一度完啦。我哋下一條片咧會講一講個利率係點樣嚟嘅。